来镜头锁等来台湾，来讲今年的顶半年，房地产整体买气是真烧咯。像这个六都买卖厝移转的栋数，都来创下着13年来的新高，平均每100户都有超过2户伫个顶半年来买厝。 日头请爷爷，台湾的房市嘛烧滚滚。2024岁顶半年，房屋的买气正热，六都移转的栋数创下13年新高。最近这3年数据，六都平均买厝比例以2%，和过去上悬的纪录也平。等于是六都每100户居民都有超过2户伫顶半年买厝。整体的市场上面资金相当充沛哦，比方说我们看到股市上面哦也来到一个新高点哦，都有可能呢在股市上的获利呢转为呢来去做购物的情况哦，以及各家银行哦都会推出一些优惠的方案哦来抢食这一块大饼。无论是买来家己住，也是投资房地产，拢为台湾的房市增加动能。同时，因为中卫区规划加上台北的生活宽扩大，以2.6%各排第一。台南和高雄市分别是以2%和2.1%双双创下历史上的新高纪录。台南它可能有南科哦，那在高雄来说的话，它也有像是之前的台积电哦，以及像是近期也有讨论 AI 产业园区哦，所以整体来说的话呢，这样子的话题性呢也会有所带动。台湾房市的热潮和新青安有关系，虽然进前查到超过1500件的违规，对压制市场的过热有淡薄作用。也不过专家认为，民间贷款的优惠加上低首付的方案，嘛是带动房屋行情关键。除了需要各界配合，恐惊嘛需要更较强烈的政策介入，才会当有效来缓解这波买厝的热潮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颖彤。想要来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